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行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改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月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爱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你同学有问题啊？哇，这些菜跟我们列的菜单不一样。本来想说没有试过不敢下结论，可是刚才我每样菜都试过，这汤也喝了，这跟我们当初说的有一些出入哎。阿姊，外面有传承嘅菜单本嘿，有冇照定来做呢？那啲啦。你菜我记天的啦，跟你传过了个菜单，其实用用好深哦。我想真是那体派来打，不会传做传统的客家菜，你知么好食，对吗？可是这些菜又油又咸，刚刚我喝了汤也蛮咸的。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都比较清淡。你们来这边试试客家菜，不是就为了那什么客家文化节啊？我妈一大早就忙到现在你不懂客家菜就不要随便乱挑剔好不好？假次，妈妈已经讲罢哈，无礼貌。不能入黑啊，黑件无规矩啊。好了，假次等等。讲嘅嘛个哦，我来认识什么个客家的文化，然后又讲现代人的饮食习惯。他点对的啦。人家就做嘛唔相信爱喏，那这唔想大家吃到人家的客家菜，又油又咸，怎会写安尼菜单啊？阿姊，俺要特别吩咐讲嘅嘿。有冇老阿妹讲喏？人哋哋唔愛罵嘅啊，唔過我就想講，大家先試看下咩？你哋愛辦客家文化節，就係要本大家啲哋罵嘅係客家嘅傳統文化呀。阿妹怎會當公主按傳統嘅客家菜咩？傳統，所以唔理解的哦，全部老古板嘅想法啦，冇辦法接受新嘅東西，哎呀，客家文化哦，真冇辦法進步。你啲嘛該啊？你畢業是讀台北嘅，菜尾唔會煮，你唔啲哦是唔會亂講啊。他點對的啦，所以從乜用晒啲人家，很奇怪呢。嗰陣見你來，夾見什麼錯啊？Jane，别这样嘛 ，Jane，不高兴啊？就像你大姐说的，这只不过是一顿试吃嘛。Jane，笑一个嘛。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把这顿饭能好好吃完，气氛搞得那么僵，请你原谅我。
开心不全是因为这顿饭，也不是因为你。我每次回来都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家，一个人在外面久了，好像已经不属于这个地方了，也不属于台北。今天连我小妹都这样说我，忽然觉得好孤单，没有一个归属感。嘉颖，你还有我。喂。哦，我在苗栗。你说什么？好，你先别慌，我马上赶回去。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国俊，问你发生了什么事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，我必须赶回台北。又是你老婆？是我岳父他中风，现在在医院急救，状况不明，所以我必须赶回去。可是是你先答应我的。嘉颖，我知道我答应过你，可是你跟我一起回台北，等下次有机会，不管你要去哪，我一定陪你。算了，我想要回家，你带我回去，我不要回台北。嘉颖，嘉颖，嘉颖，你别这样吧，嘉颖。这里就可以了，我想一个人走回家。嘉颖，你快去医院吧。嘉颖，别这样嘛。我有选择权吗？别这样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的吧。嘉颖，你快回去吧，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我不会迷路的。嘉颖。嘢嘛该公关公司啊，佢做嘛该呀？讨厌，黑车哦。哦，讲下做问题，我哪当唔奈得钱？你做问题，以後原來赚无噶？我中唔中意啊？不是啦，那上一三年行行诶。有可以行。哎呀，你媽嘅時候做乜嘅啊？那講好唔想偏難行，你想繼續冇難問題吧？簡單來講咧，即係嗱公司咧辦一隻客家文化節，所以咧嗱就選擇做行行嘅啊。客家文化節，你好啊，有意義呢。你要聽人哦，留唔聽書啊？我唔好留客氣哦，我一定要嚟聽書哦。萬年按你拜託你咧嚇。我唔過，我一定要參加，因為我一定要參加咯。誒，對吼，那你唔記得咧喏？吳一下吼，係有名嘅碰碰茶茶王嘅呢。既無買計啦。今日拜號嗱，正要拜託聽書嘅哦。既冇問題，我要講哦，唔留我客氣哦。阿聰明，你下啲台北係公用版啊？有交男朋友冇啊？
喊做的啦。当兄马给煮油诶，其实马给煮馍。一直是开。听起来有点复杂，因为唔管讲马街，行开成功一生简单的讲，我想唔简单咯。简单的来讲咧，最难做的动作的事情，不过咧，冇乜嘅舒服。我想哈，以下哦，迄有名嘅碰碰茶王嘅呢。茶王嘅运气啦，唔听人对茶都有兴趣，我同我茶嘅自家有自家嘅想法，有生命力。我愿意啊，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佢，佢自家就会上到东江啦。去茶自家拿到天命，我只不过看到佢也到，还有天数一丝丝。哦，天命公办冇强用，最冇强用哦。阿姨，还记得几件听冇做冇啊？以前也得搞多年前啊，大伯出去阿重姑做鬼，鬼啊上到100，当初你开始装人啊。阿重姑哦，智慧上到90叫，因为上就唔会上到100，还得人家得哦，空气都唔得出来啊。对啊，那上到诶，几摆好人家就喊空中业务卡去配茶机晓摆对冇？结果啊，两个啥衰退的，哎呦，人家没有钱唔动人，还想讲哦，唔见退了呀。系啊系啊，哎，几时之后真係當傻片呢？大擺後就帶在哪做拜事哦。我送你，太婆，拜託你好冇？太婆係拜幾飛？排隊。金毛天生啊，金飛一定會贏哦，會贏哦。喺呢位前帶喺度嘅，不過送嘅啦，唔好。唔係等下，價錢好冇？價錢，太婆啊！用我水喏，佢從本而水行淺吼，根本因為一下就數槍喏。講得做啦，按弄做馬街喏。傳統，所以唔理下的哦，全部老古板的想法啦，冇辦法接受新的東西，因為客家文化哦，真冇辦法進步。我講咩按老古板，天多時代老人家係冇。阿姊，有冇下晝整件弄排泄呢？那講法講到太重誒。你也條花哦，應該要去老阿妹講嘅啊。你也別轉來哦，阿妹前幾就都俾磨下嚟呢。佢講講哦，攀唔好咧，就壞了你的條路。佢還不准我聽書呢，堅持一次下來。結果咧，冇人滿意呀。你啊，張啲次甲講唔錯法咧吼。假次，迄樣嘅老你只講法嘅哦。阿姊，我咪故意嘅啦，拜託我咪解釋好冇？你因為唔識甲去講咯。佢每堂人講嘅啦，唔知做嘛，一睇吼就一老佢冇法好講。其實知道然後新鮮的東西唔好故作的東西，其實吼像佢按你老古板下以後，真正嘅唔係判飯呢。用啊，你知道我講嘅話唔對哦。冇啦，我而家講嘅話哦，阿妹咪唔會聽你啊。用佢講咯。
那今天有看到从古，看到金妈妈有精神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记哦，失恋啊！失恋？老妈娘？小鸟姐啊，阿哥中意记，不过记无中意阿哥啦。唉，阿哥真紧动艰苦呢，记哦，天白事都按水诶。唉，无所，我就会想，爱情那种东西哦，太麻烦嘞，还是哦，每年嘅较好。更用爱洋葱。也就是我嘅想法咯，就像有嘅人哦，较好传统嘅客家菜，有嘅人好客家型料理啊。阿姐，歹势啦。哎哟，事情就过去了呀，你是想很多啦，阿妹唔会安尼啊。哎，你姐啊，今本日老人乡下做嘅陈经理啊，送到1号款呢。不过佢都佢讲，下午考嘅菜唔下俩嘅时态，吼，真紧动超过。哎，你看上佢啊？那有可能啊，挨早唔会中意嘅已经结婚嘅世来，嗰种爱情哦，上辛苦咧。你正经唔啲嘅，用我有什么人哦去破坏劈晒人嘅家庭。哎呦哦，正经都唔好嘅，什么人用唔会为难什么人哦，像挨哦挨就唔会哦。唔会讲啦，也条花唔系从树底度，就系从天阳底度看来嘅。那么你啊，你弟弟乜嘅系真正嘅爱情啊？那当然啲啊，爱情哦就像美食咁样，系做唔得冇嘅。真嘅哦，好啊，来，问你，系哪种嘅美食呢？哪种？牛温水。牛温水。你哦，温跳你啦，温跳我啊！快走啊！大师傅搞我，大师傅你走啊！快走啊！你走我输了。卖每份，出本药唔记得卖到，今本药你他听未穿去听讲，一天有10粒每份饭书，还上会听啦。好啦好啦，做下还有卖嘅，还忙做好嘅嘛？唔是，我全部准备好咧，我先嚟哈。好啊。你上年都特别按叫诶，睡关冇啊？睡得当好啊，当叫好，冇睡得按好按饱的呢。肚子摇了哦，你看，客家半条。哇，客家半条呢？来，还有冇识到哟？是哦。既然懂事哦。来。你哦，一三年都特别哦，会照顾自家啦。你看你冇做安呢？呜，我睡午嘅时间就要睡午啊。那啲啦，姐。哇，很香哦，夹夹来先。哎，等一下你要跟邓尊去台北下？冇啊，那南登转来，做马走转。你嘅工作呢？唔怕那做得抢家，反正吼，那行动都家做得抢。安尼就好啦。来啦，该谢他。那就说。
哎呦，按做。系啊，汉爹识做啊？系啊，你要来对嘛？冇，你识爆咧？你可以啦，你都按呢，刚地茶园转来哈。系啊。那都本茶本也是。安主席。阿姨，你應該冇眼鏡到去台北嗬？你要不要進來？冇眼夾啫。我唔去出去行行啊？好啊，進來啊，識踢。好。但當然哦，以前從唔到去教會地方啊。我想冇。冇，也識過嘅。变啦，阿珍，我真的当上你了，歹势啦，我免故意，原谅我好冇？我都免无语嘛。永贵，我爱用啦。阿珍，你躺来讲啦，阿珍，你躺来讲啊，你听不哦，冇都不卡，你送去罚，通天就找死你啊！佢罚唔免心哀咩？你阿伯，我依家呢啲卡。可能在什么地方，还有你布置的房间，还有你什么东西，但是你蒙你哦，马该就唔错的啊！你听下专业好冇啦？聽下再，你聽下再，捱一個，捱添一個，我啲無臉招你啊！唔重新捱啦，我捱隔離機會，好冇？阿珍，永貴，你後面啦，唔可以啦，捱冇香依來啦，唔認得捱嗬，捱冇香依來啦。就会越打越厉害，来看咯，会不会打死哦？阿珍，阿珍，听我做戏，阿珍，听我做戏，唔做，阿珍，听我做戏啦，唔好佢笑你啦。阿珍，唔通係聽我做戲，聽我做戲啊！阿珍，阿珍，阿珍，你講真係咪死命我啦？你怎么改了？硬咗，你唔認到捱啊！好啊，你唔認到捱，我死門佢！文貴，因為做唔得行唔通嘅，我療傷，我個互相傷害好冇？因為安用。只是你會唔係我長臭啊？因為安用。阿珍，安怎樣好冇？你唔好個翻嚟咧好冇？你做戲，我唔會聽你做戲。我叫天咧，我絕對唔會跟你做戲。阿珍，我哋先講嘅加法係冇，你阿捱係冇，你講加法錯冇？係唔係講係不？唔夠親你嗌，我叫你報警察咯。阿珍，阿珍。
房的呢。係啊，你去看看啦。姊吼係阿聰姑吼，大把做喐到也到嘅呢，變好以後叫佢行在意哦。係啊，時間過得很急啊。你還記得冇？佢細時節啦，有陣美味做到嘅蘇蛋糕，唔當沙皮，還照上要做嘅美味，結果，但係記得人哋嘅面呢，做下來嘅，叫好笑嘅啊！唔通講啊，我有一擺啊，喺竹蟲嘅頂哦。唔係驚到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都係人哋講，幾時嘅吼，咩阿聰姑吼，人講好話，那以下吼係唔會錯咧。嘿，媽唔係意料嘅，我本媽都驚哦。誒，唔係記得嘅錯嘅冇？錯嘅。幾時節啦？唔做兼職，講啦結婚。魚丸肉。當像係阿爸也係阿求結婚嘅時候。哦，阿叔結婚嘅時候啦，我本來係咁摸呢，我冇唔做乜嘅。唔講哦，大伯看到人名啊，攀咗嘅時候，新娘床頭講杜氏瑤，唔知摸杜氏瑤，有鬼啦！係啊，唔係講哦，我唔係做一隻做啲食到當包嘅新娘。我點樣用啊？做一隻食到當包嘅新娘。喏，唔係啊？點知啊？曾东明，你愿意娶许家英为妻，一辈子照顾她、保护她，在她最为难的时候，也陪在她身边，直到白头偕老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喂，嘉颖，你在哪里啊？你今天没到公司上班，也不接我电话。拜托，什么时候不请假，偏偏挑今天请假？你明知道那个企划案急着要完成的。怎么样？别人就可以生病请假，我就不能休息请假吗？嘉颖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你明知道，我又不是故意爽约。昨天那种状况，我不可能不赶回台北嘛。国俊，国俊。嘉颖，我现在不方便说话，等你回台北，我再好好跟你解释。好。你现在不说，以后都不用说了。嘉颖。国俊。哦，来了。因為同男朋友人搞，跟男朋友嘅事情哦，硬咩唔可以講。唔係㗎呀，你錯嘅，唔知點解咁錯嘅，把刀拿掉啊！唔使黑手按嚟對吧？係唔講錯嘅吧？咩人講錯吧？我聽嘅。冇人。我聽嘅。
哎呦，我看，哎呦，都给流血啦！来，啊，冇声音哦。歹势啦，干扰，虽然手脚冇灵通哦，老菜出门恶做体。拜托你好冇啊？初上嘅年輕人又唔輕捱咧，老人講埋歹勢喏。干擾，真是當歹勢啦。叫來了。好啦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很好啦，唔輕嚴重。不過還要處理一下。來，收掉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哎呦，以後冇流血了呀。看看一下。来。确认我回去本脚，有本添麻烦你啦。有嘅事情哦，我一定要講。嘛個事情啊？拜託你哦，你下擺哦，總唔得再講歹勢啊，很唔好意思的啦，你又冇做唔錯事情咩？你們是老人和人講歹勢啊？讀到你哦，唔單止係你嘅好運天天，還係俺里面滿流嘅好運啊！愛啲啦。好啦，好。呀，冇啦。有心思哈？我看你哦，就慢慢分轉來，你就乖乖的，好嗎？我見半夜又讀到本鬼咧，叫做咩呀？叫人係聽佢轉去啦。聽佢轉？你唔要講？我幾天我離開佢咧。真嘅啊！我20歲，暑假搬返過嚟，嗱佢窮閒當年，佢問我做乜，問我走條路，我嘅想法時常都較見朋友，我從來心底我為世界上同樣辦。也都同意交朋友。我想啲講，原來係你成日嘅，為咗啲考試加3萬大病，唔是靠男人，那唔是講，你該會答應你男人。阿珍，只有你想清楚咧。不過你嘅幾天係咪？俺裏面蠻留給你的，一定會支持你。干擾，是夢到。当因为的公司终于做嘛，做得很辛苦啦。然后现在呀薪水也做唔得，这种公司哦，我就算你啦。哼！哎，等下啦，做乜嘅啦？阿豪啊，我想拿你借條錢盡本啊！田公爺哦，一定連本帶利哦，辦本你。德昌啊，我做事情廣告咧，唔係講係唔正義，嘛唔係講義唔忙啊。
我唔想開你，你夾條轉好了。哎，根本咯一定要讓啊！反正哦，我唔會聽你的啦。啊，你現在都冇意思呢，咱家條錢你還按多。做啲會變那樣，當時是冇應該吐你叫同見世面的。德聰啊，你要知呢，個杜家會如數如樣啊，這都係樹倒人笑嘛。假使啊，唔過按陳面係啊，這都冇好下場啊。冇咁筍啊，講按多，我騙家啦。唔要用嘅冇啊？應該係根本要身體到熱條嘅，有啲苦到嘅，應該休息下就冇事嘅。大哥咯，唔一嚟要搶台兵員咯，嗰啲啊帶啲冷氣鏡，曬睇熱條就做唔得。啊，大哥咯，也唔重要，好好鍛鍊一下。啱不頭卡走條水，聽講嘢啊，攞嚟傾下啲茶人啊。我去茶園咗嘛？摘茶？中午之前的供應啊？用誒，台兵講過。但有乜嘅事情講過？我一一出來一啊。好啦，唔講就好。阿妹，轉來啊，你難得轉來嘅建議休息，幾日考唔到你，當作啥不開飯店呀？轉來水冇聽，阿廠股咪重要，最近你做乜嘅？當然就啱轉來，唉，算你啦，同人講都沒冇意思，唉。阿妹，做乜？歹勢啦，初半日父母喊你呢，難講安尼發落去。了那些事情啦，我冇不用心關注啦。做下地步有迷信冇啦，從細就親來說了聽下就唔知咧。可能阿妹做咧比較柔啲嘅，有可能講較傳統嘅口味也冇蝦味。阿妹，做乜講安尼發呢？好嘞啦，食啥做條水，唔好啱做就做咧哈。那早點休息了哦。好啦，明做就做。但是阿妹啊，明明就會貼喺劉本顏色的。哎，下過來。這樣就可以食飯啊！哎。有呀，冇事了。你就
就跟你讲，什么红豆啦，加你家是什么布丁哦，根本就不好吃嘛。像我这个才是剉冰的王道。哦，我在想正经事啊，你们跟我胡闹什么？而且我这样搭配也很好吃啊。哎，马该事情啊，说来听听啊，快点。没有啦，你赶快吃你的王道剉冰啊！一天有哈，你刚刚犹豫一下喽。哎，快说啦，这人不像你，拜托。没有啦。艾瑞梅，是谁说哦，好姐妹之间没有秘密的？啊，现在又是谁在挑拨好姐妹之间的感情啊？哦，你每次都要拿姐妹的感情来压我哎。好啦，说就说嘛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。就昨天晚上，你哥有去瓦 Q 的瓦斯行啊？真的啊？哇，没想到我哥还是踏上正面对决这一步。错，如果是这样哦，早就跟你讲了，多精彩啊！我去做嘛个？加钱？这什么策略啊？跟情敌借钱？这跟情敌无关啦，他是要去赌 Q。哎呦，小声一点呐！哎，他怎么知道我哥借钱是要去赌博啊？他总不能跟你阿 Q 说，哎，那什么，借点钱来赌一赌。哎呦，他当然不会这样讲啊，他只是跟我阿 Q 说，他要用钱，叫我阿 Q 先借他啊。可是昨天有一个人来叫瓦斯啊，然后啊，就看到我阿 Q 拿钱给你哥啊，然后你哥走了之后啊，那个叫瓦斯的那一个人啊，他就说他前几天有看到你哥进赌场。有可能呐，哎，我哥连跟我玩大老二都学不会嘞，有可能去赌 Q 啊。不行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调查清楚。丰润1号调查行动开始。好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可是为什么要叫丰润1号啊？因为俩黑米蛮有个调查行动，啊，朋友黑米蛮有个招牌，那你这个王牌调查员当然就是丰润1号喽。嘿，说的有道理，我全力支持你。来，干杯，干杯，拜拜。请落会啦。干了阿珍。那从没有入风哦，请到亚给啦。啊，你看看。离婚协议书。因为你讲你想要重新开始啊，故说我想就请爷爷本你。阿弟哦，结婚可能係意思想唔清楚，不過離婚你就會好好考慮咧。看你係兩個嘅想法，兩個嘅將來。是夢怡啦，我就會想要聽數聽聽哦，你們試一下給聽。等一下我去試床，你聽過一下好嗎？好啦，冇問題。我哪天什么？你哦，做到安呢，我一定来听数哈。你今天心情好哦？要出去哪？然后伊也东古的不卡，然后伊家茶叶，假拜吼客家文化节吼，那想唱阿东古的听数呢？哟，
你真人喺表家唔會唔記得工作呢？好啦好啦，你要去茶園就交佢去啊。今日行嘢哦。哎，等下，要給啦。咁啊，要給好，係阿珍姐做嘅某人份番薯啦。你帶過去搬東東，還有春蘭醫生。好，我想要記得記條哦，4個鳥啊。好，來。家用乜嘅種咯？啊，用藥好冇？好啦，安尼我要試去，咱係唔好食啦。來，啊，自推好咧。阿姐，那今晚冇我上來食飯咯。那上好按叫冇轉來，想多一點時間片咩？真是係太嘞哦哈！還係你去台北踢球咧，我就唔是你咧啊！呀個話哦，冇像你會講嘅哦。哎呦，你好一定冇睇啊！所以講好，那一下懂啲。解小暖。好啦，按你試下嘅時間哦，你就一天喺上來啊。好，好，我聽本你幾點買嘅係好卡嘅小暖。好，今日落雨了。拜。青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移。千里眺望故鄉河，遙遠的人，初戀未愛你。長夜撫琴也漸去，如是故人須揚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帆，夜瀟湘，無言有